自2024年4月2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互人安居乐业的君王。圣经咱做来听读诗篇47篇第1到第9节。万民啊，恁拢着拍扑啊，着用欢喜的声，大声对上帝欢呼。至悬的上主应该受敬畏，伊是大君王，统治全地。伊互万民降服阮，互列邦屈服伫阮骹下。伊为着阮经应允的土地，做伊所疼的子民夸耀的产业。上帝上去坐宝座，万民大声欢呼。上主上去坐王位，扫角拢大谈。恁着唱歌称赞上帝，唱歌称赞，着唱歌学乐咱的王，唱歌学乐。因为上帝是全地的王，着用诗歌称赞伊。上帝坐伫圣的宝座，上帝做王，统治万国。列邦的贵族自集，要做阿伯拉罕的上帝的子民，因为地上的君王拢归属伊，上帝大大受尊重。互人安居乐业的君王。诗篇47篇是君王登基之歌，迄个登基的君王就是上帝。诗人讲：万民啊，恁拢着拍扑啊，着用欢喜的声大声对上帝欢呼。毋但是以色列爱庆贺，万民也拢爱拍扑啊欢呼。这代表上帝毋单单是以色列的王，搁较是全地的王，万民拢爱来欢庆伊做王。诗人指出，万民着敬畏上帝，因为伊是统治全世界的大君王。伊互人伫土地安居乐业，人应当用诗歌颂赞这位全地的主。第16届台湾总统、副总统选举结果已经伫1月13日出炉，将伫5月20日宣誓就职。无论当选者是毋是咱个人支持的对象，咱拢应该尊重民主选举的结果，各为新的国家领袖带导。台湾是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，人民会通支持无同的政党，对政治会当有家己无同的看法，对国家的未来甲前途，却应当努力找求团结、共好甲共荣。伫这个世界，有各种政治制度，譬如一人集权独裁的共产制度，少数人统治的精英制度，多数人共同治理的共和制度。因为一人集权，权力敢若集中伫一个人，真容易产生绝对的权力，导致绝对的腐败。少数精英统治难免为了保护既得利益，结合权贵，致到造成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。大多数的人公认上界理想的政治制度，当属民主共和制度。不过，民主共和制度虽然无前两者的缺陷，却也可能因为派系立场无共，导致纷争、分化，也是族群对立等乱象。早伫2300多年前，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发现，人类社会的好歹不在伫采取任何的制度，因为更较好的制度也因为人认为的问题有缺失。上好的制度
在地互人民过着幸福的生活。当人担任元首，若无谨慎自守，真容易互权力冲昏头，就滥权，偏离公义人民的原则。所以，咱爱为在上位的领袖大岛，求主保守因的心，会当存谦卑、行公义、疼人民。圣经有记载一寡好王因行上帝眼中看做正的事，譬如讲大卫恒心忍受各样的磨练，立下忠心疼上帝的美好见证。说文登基的时，无求富贵，干那求智慧，为着要好好来治国。耶稣基督搁较是超越优秀的元首。歌西书第1章17、19、18讲，要未万有以前，伊就存在；万有靠伊连结好势。伊是教会，就是伊的身躯的头。伊是元首，是大囝。上帝予伊成做头一个对世人中国外，通伫万有中成做第一。愿咱做伙学习高举基督，持守真理，学习谦卑的仆人样式，搁时常为着在上位掌权者祈祷，求主赐因认捌上帝的心，会当谦卑为怀，秉公行义，善尽治国责任，予人民安居乐业，生活幸福。默想伫拆理甲对立的氛围中，我通做甚物来促进和解？伫拆理甲对立的氛围中，我通做甚物来促进和解？做伙来祈祷，掌管历史的主，世上权柄是你所立，也为你所用，人却常常误用权力，致到引发罪恶。求主保守在位的，会当秉公行义，妥善治理你所托付的国家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